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种拼读。第二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20课。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要安怎读？五常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亲像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新生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天气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明梦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名声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活动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出力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前线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内在。11，这安怎读？方便。12，这安怎读？药方。13，这安怎读？值班。14，这安怎读？价值。15，这安怎读？断句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原因。第17，这安怎写？内科。18，这安怎写？水灾。19，这安怎写？花莲。20，这安怎写？人师。21，这安怎写？签名。22，这安怎写？看轻。23，这安怎写？耳孔。24，这安怎写？艋舺。25，这安怎写？阴险。26，这安怎写？外衫。27，这安怎写？梅山。28，这安怎写？齿科。29，这安怎写？万能。30，
这安怎写？法院，法院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